林凡，你就是个土包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笑啊？有种你上来试试呀！哼。行，试试就试试。能行吗？恭喜获得大师级鉴宝能力。我还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呢，不还是半天选不出来吗？他就是个穷逼，这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古董吧？还鉴赏个屁呀！鉴古董这行最注重眼力，没见识的根本分辨不出来。我看呢，林凡就是哗众取宠，想在张大师这里出风头。凡子的成绩全系第一，你凭什么说他不行？哎，鉴赏古董，实践出真知。他连古董都没摸过，读再多书有个屁用啊！就是，林凡肯定分不出来。成绩好和实践能力强是两码事，全系第一也未必能鉴定得了古董。这年轻人光看不上手，连鉴赏古玩的基本流程都不懂，看来啊，只是在逞强。小伙子，这堆古董里面，你觉得哪个价值最高？放轻松，说错了也没事儿啊。张大师，我觉得这枚古钱币价值最高。不是你是个傻叉吧？你说这古钱币价值最高？没见识就是没见识，拿只鸡撒把米在地上都比你会选。张大师，林帆同学平时没什么机会接触古董，难免会有判断失误，您别介意。恭喜这位林凡同学，答对了，这枚古钱币确实是这批古董里面价值最高的。真的假的？林帆真的选对了？难道他的鉴宝能力真的这么强？怎么可能啊！张大师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枚古钱币怎么可能价值几百万呢？闭嘴！张大师可是我们国内最权威的鉴宝大师，我们学校不少知名的教授都曾找张大师学习过，怎么可能会看错？这枚古钱币是辽代的应川通宝，存世量不超过30枚，收藏价值极高，每一枚都价值连城。这位林凡同学刚才所言无误啊！他真的不上去，是你真厉害！看出来的呀！凡子的成绩可是我们考古系的第1名，知识储备比某些草包强多了。姓叶的，你他妈说谁？林凡，咱们两个之间没完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好，我等着。好了，同学们坐回座位，我们一起听张大师授课。同学们，鉴定古董啊，首先是鉴赏古董啊，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的课程，希望同学们能永远保持一颗学徒的心呐。说得好，凡子，今天干得漂亮啊！那个秦川不是爱装逼吗？你看他怎么装逼啊！先吃饭去，走。林帆同学，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吗？有你的呀，凡子，本花都为你心动了。少胡扯了，我俩连话都没说过。柳同学有什么事吗？我看林帆同学在鉴别古董上颇有造诣，正好我家也是开古董店的，想跟林帆同学学习学习。学习谈不上，交流经验而已。我扫你吧。王八蛋，老子要你好看！秦少，别生气，我有办法收拾他。什么办法？林凡他妈就是个扫大街的，我们直接从他妈下手，还担心收拾不了他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
是他吗？是。林凡，你死定了！你他妈怎么停车的？把老子新车都给刮坏了！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就去挪车。道歉有个屁用啊！赔钱！修车要多少钱啊？我赔给你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，你看够不够？你他妈打发叫花子呢！我告诉你，最少10万。10万？怎么要那么多钱啊？老子这可是保时捷，买下来得好几百万呢！你以为跟你那个破三轮一样啊？小伙子，我没那么多钱，你看能不能宽限点时间？我给你打欠条，或者把利息算上也行。我去你妈！我告诉你，今年的钱你必须赔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赔不了，那你就让你儿子来赔。好不容易赚了钱，正好买点肉给妈补补身子。妈，你快起来！秦川，你想干什么？林凡，你妈把我车给撞了，我找她赔钱呀。儿子，修车要10万块呢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先起来啊！秦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动我家人。哎，你可别冤枉好人呐！你说是我干的，你得拿出证据来呀。是啊，这附近连监控都没有，凭什么诽谤川哥？林凡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乖乖的把钱给赔了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。你要真是赔不了，那就现在立马退学，从我眼前消失，这件事我就可以不计较了。就你妈的收入，估计得扫个5年大街，不吃不喝才能赔得起吧？要我说呀，就别挣扎了。秦少只是让你退学，又不是让你去死。秦少只是让你退学，又不是让你去死。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儿子吧，他可不能退学呀！从小学习成绩就好，辛辛苦苦才考上的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就能找份好的工作，好好赚钱了。这位少爷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放过我儿子，他可不能退学呀！我给你磕头了。妈，不用给他磕头。就你这种臭扫大街的，你想给我当牛做马？你配？妈，他们就是故意的，犯不着求他们。你先起来啊！妈，你先去旁边休息一下。秦川，我告诉你，学我不会退，钱我也不会赔，你能怎么样？好，你有种！在学校里老子拿你没办法，但在学校外边，老子一个电话就能弄死你。所有人，三河大街马上过来！李凡，我看你还有没有种啊？来啊！你以为我怕你？给我弄死他！给我弄死他！
能啊！我的这些保镖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，居然被他一个人打倒了。秦川，到你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乱来啊！你还年轻，别因为犯罪你去你的！别因为犯罪你走上违法的道路。秦川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如果你再敢找我妈的麻烦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秦少没事吧？李凡，你很能打是吧？能打有个屁用啊！我告诉你，在这个社会讲的是有钱有地位，老子有10000种方法弄死你，咱们2个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儿子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妈没事，妈就是觉得心里委屈。要是你把孩子，咱们母子俩就不会受这样的欺负。妈，爸等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本来我不想告诉你这些，但是现在你也长大了，是该知道这些事。当年害死你爸的是秦氏财团。秦氏财团？对，当年你爸知道了秦氏财团的秘密，被秦氏财团的人撞死，事后伪造了普通车祸的事故。妈，你为什么不去举报他们？秦氏财团手眼通天，我们只不过是普通人，怎么能斗得过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？秦氏，秦川就是秦氏财团的独子，冤假路窄啊！儿子，你可千万别想着去报仇。秦氏财团家大业大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我们好好生活就行。妈，你别担心，咱们的日子马上就会好起来的。至于秦氏财团，我迟早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妈，这卡里有5万块，你先拿着用，以后就不用出去扫地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啊，这钱是我在学校兼职赚的。啊，儿子长大了，学会赚钱了。但这钱啊，还是你留着。你上学到处都要花钱，妈一个人在家用不了几个钱。妈，我能赚钱，你就安心拿着用吧。啊！哎呀，妈，我去开门，你把钱收着。好。张姨，我来了。樊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小瑶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坐。哎呦，你咋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呢？太客气了。阿姨，这些都是我妈让我给你带的。小瑶真是个好姑娘，儿子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啊。妈，说什么呢？张姨，我还小呢。好好好，哎呀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我不管。你不来都来了，留下来吃个饭吧。对，留下来吃个饭。嗯，好，张姨，快坐啊，我先去做饭。来，坐。最近在学校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啊，樊哥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怎么了？最近有个混社会的，总是去学校纠缠我。你能不能装一下我男朋友，让他知难而退？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嗯，樊哥哥最好了。不是，哎呀，这月保护费可得交了啊！贺老大，这个月生意不好，你让我缓2天。缓2天。你们俩说，别每个人都让我来吹，是不是？小杨，
老板知道啊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水果，保证新鲜，跟我一样甜。克强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以后不要去学校骚扰我了。是，小子，我劝你识相，赶紧跟小妖分手，别让我收拾你。咱们强哥可是这一条街的老大，敢抢强哥女朋友，找死啊！就是，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咱们强哥的名号？我管你什么强哥李哥，现在我是小妖男朋友，你最好别再来骚扰他，否则我的拳头可不长眼。哟，还真有嘴硬呢，小子，我看我今儿不让你出点血，是不知道社会的险恶。社会险恶。三哥哥，你快走，他们真的会动手的。放心，就这几个货色还不够我打的。给我收拾他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啊！君子报仇，时机不晚。樊哥哥，没想到你不仅学习成绩好，而且还这么能打。要是真是我男朋友就好了。啊哈哈！王师敏真迹。哎，小姚，跟我来。小哥，你瞧点什么？我这里可都是好货呀。樊哥哥，没想到你还懂古董啊！我可不懂，我只是想买点古董回去装饰房间。小伙子，你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买回去啊，绝对物超所值。这个多少钱？小伙子，你第一次来，咱们呢交个朋友，给你算5万。500。小伙子，咱这是小本生意啊，你杀价这么狠，你逗我玩的吧？你这里所有的都是赝品，根本不值几个钱，还开价5万，你才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这瞧不出，这还是个懂行呢。一口价2000块。那把这把扇子也加上2000块。成交。付款码给我吧。哎，50块收的货，转手就卖2000，老子真是个天才。王师敏真迹，这可是王师敏真迹，最少价值100万。小姚，我要去一趟古董店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。找哪家古董店？柳青家不就是开古董店的吗？刘同学，你家收古董了？收啊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这不是淘到件好东西想出手，马上就抢到你家的店。来，我水平不够，看不出这纸扇的来历。这事儿啊，还得我爸来。跟我来吧。爸，我同学想出手一件古董，想请你长长眼。年纪轻轻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把你爸当收废品的了？小子，想忽悠，你找错人了。一半2块去。爸，林芳很厉害的，张大师都亲口夸过他。张大师那样的人物能夸他？我小的时候就跟你说过，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你看看他穿一身地摊货，像是能懂古董的样子吗？我一会儿还有大生意啊，赶紧让他走，别碍我事。刘叔，我这件宝贝，你要是错过了，最少损失几10万。你这种拙劣的激将法对我可没用，年纪轻轻的就夸大其词，自吹自擂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小青，以后离他远点啊，可别让他给你带坏了。爸，再怎么样也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客人吧？更何况林帆还是我同学呢。同学？我看你俩不只是同学吧？要是没点猫腻儿，你能这么向着他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这么一下，这可真让我炸了。自家的孩子被猪狗卖了。
哎，小子，想让我鉴定你手中的东西没问题，但是我提前告诉你啊，如果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以后不准再来找我女儿了。没问题。爸，你干嘛呀？我干嘛？我这是为了你下半生的幸福而努力呀，你个傻丫头。六叔，如果这是真的呢？只要是真的，如果你手上真是价值上百万的东西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给你压1毛钱，值多少钱我现场就收。一言为定，请柳叔长眼。一把破扇子能是什么宝贝啊？哼！这是王世敏的真迹啊！哎呀，这画工，这琢磨，除了王世敏别无他人呐。爸，这王世敏是谁啊？这王世敏啊，乃是先朝的一位书法家，他热衷于在各种器物上作画，所以传世的作品很少。上次在拍卖会那件真迹啊，最终成交价500万。哎，这扇子虽略有瑕疵，也值个150万呐。刘叔啊，那刚才的打赌……放心，我向来愿赌服输，现在就给你转钱。小静，坐，你也坐啊。哎，贤侄啊，叔问你，这扇子你哪儿淘来的？哦，刚才在路边的一个路边摊淘来的。路边小摊都能淘到这种东西，高手！哎呀，好啊，你以后要是再淘到什么宝贝啊，随时来叔这啊！爸，你刚刚不还说人家是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啊？这丫头，爸什么时候说这话呀？这明显是我的好贤侄啊！哎呀，你以后呢要多跟林凡接触接触，能学不少东西呢。知道了吧？老板，哎，来了。那个小青，你带着林凡好好的转一转，看一看啊。柳老板，李老板呐，好久不见呐！哟，今天这是要出什么货？柳老板，我刚收到这宝贝，我第一时间就送到您这儿来了，您可得给我个高价啊！李老板，你放心啊，只要不是假货，我刘某人向来不给你压价。那就好，那咱长长眼，长眼。啊！这可是南宋的青白釉、官窑。南宋，柳老板，您干这一行应该知道这件瓷器的价值。这真的是南宋青白釉官窑，100%保真。等会儿啊，让我仔细的看一看。没问题。这些古董啊，都是我爸去买回来的，他经常去扫货，只不过啊，他的眼力不如你。怎么了？清代高仿制品。清代高仿制品。这件瓷器居然是假货！你爸收那么多瓷器，有收到过假货吗？当然有了，毕竟谁也不能100%保证不会看走眼。一般收到假货怎么处理？一般这种都是离柜不认，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哦，明白了。线条流畅，曲线优美，色呈灰白，这釉色温润清澈，釉面如玉，松眼也没问题。真品呐，这真的是真品呐！我出1500万收。老板识货大气，我现在就给你转钱。刘叔，这瓷器不能卖。小李，这怎么不能买了？因为这瓷器是仿制品。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你懂屁！老子搞古文玩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，轮到你指指点点。滚一边玩蛋去！哎呀，行了。刘叔，你相信我，这绝对不是南宋青白釉。他能在地摊上淘到王世敏的真迹，定然有自己的真本事。
莫非真的是我看走眼了？你不买，我拿到别地儿卖去。老李，我没说不收，我这，哎呀，我只是让他先别刺激客人，没让他砸瓶子。你敢砸我瓶子？报警！必须报警！别！小姐，小林呐，小林，这可是价值上千万的古董，你怎么说摔就给摔了呢？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呀！你说这是南宋的官窑，可南宋的官窑怎么会有满清的文字？刘叔，您看看。老李，你自己说说，咱俩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就拿这个假东西来糊弄我，是不是？要不是林凡今天看出来，我都被你坑惨了都。老刘，你冷静冷静，我也是被骗的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想想，咱俩这么多年交情，我怎么可能拿个假货来骗你？跟我交易那小子信誓旦旦告诉我是真货，我也不知道之前跟他交易没出过这么多事儿，谁能成想今天出了这么档子事儿？那你说说，现在这事怎么办？哎，老刘，你消消气儿啊！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那家伙，给你个交代。妈的，敢拿假货骗我，我现在就弄死他！唉，这次要不是林凡，这1000多万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呀！小林，你眼真毒啊！今天要不是你看出这是假货，我这大半辈子都白干了呀！刘叔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更何况柳青还是我的同学，当然不能看着柳叔您吃亏。小林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对了，我那儿啊，最近倒腾了点好茶，走，咱尝尝去。来，走。怎么样？柳叔泡的茶自然好喝。对了，小林，叔呢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，刘叔，你谈恋爱了吗？平常忙着学习，没时间交女朋友。好啊，我女儿也没谈恋爱呢。爸，你……哎，小林呐，有叔说呀，这年少青春就是谈恋爱的大好时光。以叔的角度来看，你俩这是郎才女貌，天造一对啊！要不你俩试试？柳叔，我暂时没这方面想法。要我说呀，就应该趁着你们大学时光，好好的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叔，大学的时候也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叔面前，但叔没有珍惜，直到步入社会后才追悔莫及。你爸大学最后初恋是不是分手了？好像是。我妈呀，还经常3天2头拿这件事跟他吵架。小林，叔跟你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呐。爸，你不是才说让我大学不要谈恋爱吗？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嘛。你看看小林，多好的人才呀！有上进心，又努力，眼界还好，最重要的是人长得帅，还情商高，这多好的恋爱对象！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！爸，那个啥，柳叔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爸，你看看你，给人家说跑了吧？这才更能够说明林凡这小伙子呀，单纯。爸，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我是多想看到找个好女婿回来。我看，小林这小伙子真不错。爸，我才大1，谈什么恋爱呀？不早，像小林这么好的小伙子呀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可千万不能让他流入市场啊！什么流入市场啊？我先忙了。林凡，他会喜欢我吗？有了这100多万，就能在市里买个房子，妈也不用继续工作，可以享享清福了。但在秦氏财团的面前，终究是九牛一毛，只有赚到足够多的钱，才有机会扳倒秦氏财团。这是市区，看那么快去投胎啊！老人家，
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，老爷子？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人家，我叫林凡。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。要不是你呀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儿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老爷子，您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一点小事而已。哎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现在的社会风气，谁还敢扶老人呢？像你这么有良心的年轻人不多了。老爷子，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那就辛苦小伙子了。小伙子，走吧。老爷子，您住这儿啊？啊，当然不是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随手就能救到富豪了呢。这是佣人们住的，我住在后边。走吧。老爷子，您是做什么的？我姓赵，赵江海。本是3大家族之一赵家的掌权人，我竟然随手救了个富豪，还是超级富豪。坐吧。爷爷，我听管家说您刚才一个人出去了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您现在身体不好，去哪都要跟我说一声的。我就是想出门散散步，谁知道突然心脏病犯了。什么？要不是这个年轻人出现的及时，你今天呢就见不到爷爷喽。您现在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？别担心，吃了药啊，感觉好多了。下次不许一个人出去了，无论去哪都要告诉我一声，知道吗？好。这次多亏您了。这里是500万支票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别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这500万实在太多了。您救了我爷爷，如果不收，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赵家人是忘恩负义之人。这，莹儿啊，快把支票收起来。林凡他不是一个携恩图报的人，你这样对待老头子，我的救命恩人，这实在太见外了。好吧，不过请林先生放心，我们赵家一定不会亏待您。林凡呐，让你见笑了。我这个孙女啊，平日里较真儿惯了。爷爷，你吃过午餐了吗？还没呢。正好，我约了菲巴特一起吃午餐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菲巴特可是统治全球金融界的股神，要是我能从他身上学到点东西，绝对能受益终身。既然老爷子这么不把我当外人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莹儿啊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的，爷爷。那不是赵董吗？赵董好。赵董来了。赵董，赵董好。赵董好。赵董，好久不见。林先生，暂且失陪片刻，我和爷爷需要先单独和菲巴特先生会面。没事，你们去吧，不用管我。不愧是有钱人家的宴会，连点心的口味都这么好。真不愧是赵家的宴会啊，就是大气。苏妍，赵家这次足足花了5000万美金，才把股神菲巴特请过来吃一顿午餐。我秦家跟赵家相交甚好，所以才邀请我过来见菲巴特一面。秦少，你真好，要不是秦少你，我哪有资格来这种地方呀？要不今天晚上就别回了，我在锦星酒店开了一间总统套房，那儿的床啊，又大又舒服的。我都听秦少的。林凡，林凡，
你是个什么东西呀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赶紧滚蛋！怎么，你能来这儿，我就不能来这儿？你个土包子，懂个屁呀！今天来这儿的都是一些名流权贵，像你这样的臭屌丝，连给这当服务员的资格都没有。哎呦，这谁啊？没见过他。就是啊，他怎么进来的？什么人呢？正好，老子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。诸位，这个叫林凡的呢，是我的同学，是我们学校名副其实的臭屌丝。之前呢，他妈把我的保时捷给撞了，我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就没让他妈赔。可没想到啊，这小子竟然得寸进尺，居然跟着我混进了宴会里。这不是跟踪吗？穷就算了，居然还这么厚脸皮。我看呀，他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攀附权贵。有这样的同学，我倍感羞耻。年纪轻轻就满心功利，光是想着一门心思往上爬，不知道圈子不同不能硬融的道理啊！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不是参加1-2场宴会就能随便改变阶层的。林凡，听见了吗？这个地方不是你这种臭屌丝能来的地方。你眼睛长屁股上了，哪只狗眼睛看见我是跟着你混进来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是被邀请过来的了？没错，赵家人亲自邀请我参加午宴。不是，你这个臭屌丝，赵家人会邀请你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配吗你？林凡，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脸皮这么厚啊？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。赵家邀请的都是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可没见过你。小小年纪满口谎言，以后还得了？行了，林凡，你也别编什么谎言来骗大家了。保安，这个臭屌丝跟着我混进了宴会里，我怀疑他图谋不轨啊！赶紧把他撵出去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有邀请函吗？没有。抱歉，那我只能请你出去了。住手！怎么回事？赵老爷子，我是秦家的秦川，这小子跟着我混进了宴会里面，攀附权贵，甚至还想破坏你跟威巴特先生的会面呢。秦少说的没错，这人在学校里就是个穷屌丝，根本没资格在这儿。老爷子，赶紧把他撵出去！得罪了赵老爷子，我看你怎么在江城混得下去。赵老爷子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是他在这搞破坏啊！林小友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且也是我亲自邀请他来参加这场宴会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老头子我撒谎了？没有，赵老爷子位高权重的，怎么可能说假话呢？现在，立刻给林小友道歉，否则的话，这场宴会你也不用参加了。老爷子，我爸他常常念叨你，你也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看在这个情面上，道歉就免了吧。这些我可管不了，你爸管不好你，那我今天就替他好好管教管教你。今天不道歉，那你就没必要待在这儿了。要是被撵出去，秦家丢人现眼，我爸还不得弄死我？林凡，对不起啊，我听不见。你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行了，滚吧。王八蛋，等出了宴会，老子马上找黑龙帮的人弄死你。走。林小友，都是老夫安排不当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哎呀，老爷子言重了，是我和秦川的私怨险些影响到宴会，该我道歉才是。小友真是气度不凡呐！你放心，只要有我赵家在，绝对保证你的安全。那就多谢老爷子了。感谢诸位莅临本次宴会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今天的贵宾是谁了。那老头子我就不多废话了，有请股神黑巴特先生。
股神是龙国人，很意外吧？其实菲巴特先生是华裔，只不过在华尔街出名，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外国人。原来如此。菲巴特先生，我是卡诺集团副总裁，我是孙家长孙孙平。菲巴特先生，菲巴特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哦，真能过来！恭喜获得神级炒股记忆里多了好多炒股知识，有了股神的炒股技能，赚钱岂不是像喝水一样简单？乞丐！菲巴特先生，我是秦家的秦川，我们秦家是江城3大世家之一，一直在金融行业。我自己呢，对金融也有些见解，希望有机会能跟菲巴特先生合作。菲巴特先生，我希望有机会能私底下跟你……你笑个屁啊！你笑！我笑有人热脸贴冷屁股。你他妈！这些人也太热情了。那当然了，菲巴特先生可是股神，许多人啊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的。菲巴特先生，众所周知，你是股神，不如给诸位讲讲最近股市的行情，也让我们大家好好学习学习股神的思路。赵老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确实不恭了。你去把最近的几只股票走势投影到大屏幕上。好的，先生。炒股最重要的是拥有超前的眼光。诸位，你们觉得屏幕上的几只股票有哪只会涨？菲巴特先生，我认为是心灵重工。说说理由。心灵重工最近半年一直在上涨，而且他们的造车能力也被大众所看好，所以接下来半年时间肯定会持续升高的。确实啊，我也觉得心灵会涨，不愧是秦家长子啊，这份眼光确实独到。还有人有其他意见吗？我觉得心灵重工会下跌。那你觉得哪只会上涨呢？绿迪能源。绿迪能源？开玩笑吧！这只股票已经连续跌1年多了，但凡稍微了解股市的人啊，都不会看好这只股票。林凡，你懂什么是股票吗？你要不懂就别在这胡说八道，赶紧把嘴给我闭上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饭都吃不上的穷鬼，还谈起股票来了，真是笑死人。林小友慎言，股市不是儿戏，涨跌都需要是有依据的呀。菲巴特先生，林小友是我的晚辈，他不太了解股市，还请您不要怪罪呀。先生，您快看屏幕。哇，真的涨了！涨了！我呢？天哪，这个是真的，太厉害了吧！心灵竟然跌了，怎么可能？林小友居然说中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是怎么看出来这心灵重工会下跌的？心灵重工固然有造车的工业体系，但没有相关技术支持，贸然造车，新车肯定会出问题。一旦被媒体放大，造成舆论倾压，股市必定下跌。不错，那你又是为何觉得这绿迪能源会上涨呢？绿迪能源虽然这几年持续性走低，但最近国际局势焦灼，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，能源价格必定水涨船高，相关的企业股市势必上涨。这厉害，真是厉害，太厉害了！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！没想到我这次回国能遇到这么优秀的年轻人。这位林小兄弟对刚才2只股票的推论完全正确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想要把股市研究明白，不能只看表面，得要考虑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，正确的对股票走势进行预判。毫无疑问，林小兄弟拥有非常超前的眼光。林凡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？怎么走着瞧？走。年轻人，我非常看好你，希望未来能在国际金融的舞台上看见你的身影。菲巴特先生过奖了。请便啊。
诸位，菲巴特先生需要休息片刻，稍后午宴开始，请诸位好好享用。林逍遥，真没想到你在金融上还有如此独到的见解，连菲巴特先生都对你赞不绝口啊！日后你在金融行业一定能够叱咤风云。老爷子谬赞，只是一点浅薄见识而已。林逍遥，对炒股有没有兴趣啊？老爷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给你1000万的启动资金炒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老爷子，这可使不得。你先别急着拒绝呀，这1000万亏了，算我的，赚了。咱们3期，你期我3。老爷子，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这1000万我真不能要。要不是老爷子带我参加宴会，我怎么可能得到股神的炒股技能？你呀，真是一点恩惠都不受啊！这样吧，这1000万算是我借给你的，等你赚到钱再还给我。老爷子，林逍遥，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再拒绝，那就是不给老头子我面子了。也罢，有这1000万，赚钱的速度也能快不少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老爷子了。这就对了嘛，老头子我期待在股市上看到你的表现呢。林先生，这里是我的名片，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联系我。多谢赵小姐。你好，我来开户，麻烦帮我安排一位证券经理。好的，请随我来。请稍等，我去为您联系证券经理。顺利的话，应该很快就能赚够1000万。先生你好，我是证券经理苏。林凡啊，苏学姐，苏学姐可是金融系的系花，没想到竟然会是她来给我开户。苏学姐，你是在这里上班吗？对，我在这家公司实习。先说说你吧，听前台说你准备开户，是要炒股吗？对。千万别，炒股就像赌博，十有9输。像秦川那种富二代炒股，娱乐还行。你本来就是贫困生，生活的不容易，别把钱砸在这里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刚赚了点钱，而且对炒股也有些信心。看来我这学弟也是穷怕了，想赚快钱，但快钱又哪有那么好赚呢？学弟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不是普通人能掺和的。暖暖，我特意给你选了件礼物，你看喜不喜欢？陈刚，我正在工作，而且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。当证券经理能赚几个钱啊？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，我养你。林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苏学姐开户。你一个在学校出了名的死穷鬼，居然学别人到证券公司开户炒股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暖暖，礼物你就收下吧，只要你今晚陪我吃饭，我立马开户。这个月的业绩你差多少，我全都给你包了。陈刚，你放弃吧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不喜欢你。礼物你也收回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如果你的业绩当月没有达标的话，当月就会被开除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应该不想白白丢掉工作吧？我的业绩我自己会想办法，用不着你管。想办法？你能想什么办法？指望这个穷鬼吗？你说对了，我今天就是来给苏学姐冲业绩的。我可不像有些人死缠烂打不成，还要威逼利诱，简直令人恶心。有这时间呢，不如多提升一下自己，说不定还能让学姐高看你一眼。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在学校连饭都吃不起的穷逼，过来给暖暖冲业绩。对，你还有校园贷，贷个1、2万，开户买股票，能冲多少业绩？赶紧滚回家吃屎去吧！陈哥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林凡，您先回去吧，业绩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。改天我请你吃饭。
妈的，臭婊子，你真是贱得慌！老子对你那么好，你爱答不理就算了，这个穷屌丝毛都没有，你还请他吃饭？我请谁吃饭是我自己的问题，用不着你管。好好好，跟我没关系是吧？行，今天就让你保不住这份工作。看见了吗？这是你们公司部长的电话，我现在立马打个电话，让他立马开除你。喂，张部长，我陈刚，我现在在你们公司会客厅，麻烦你过来一趟。苏暖暖，张部长来之前，你还有最后的机会，好好考虑考虑吧。我只想好好上班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苏学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那不行，我要是走了，谁给学姐你撑面子？他明明自己都没什么钱，还想着帮我。妈的，当着老子的面还卿卿我我，死穷鬼，老子看你还怎么装！陈少，你来咱们公司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亲自接待。张部长，苏暖暖是我同学，本来呢我还想着充100万开户买股票，顺便再请她吃个饭。这我倒是真不知道。小苏啊，运气不错啊，能和陈少当同学。但是苏同学非但拒绝我的邀请，甚至不愿意给我开户。贵公司就是这么管理员工的吗？像这样的员工，我觉得贵公司没有必要继续留着吧。苏暖暖，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？你这个月10万的业绩还没达标，还敢得罪陈少这种大客户？不想干就趁早滚蛋！部长，我没有消极怠工，是他太过分了。我不管这些，客户有需求，我们就要满足，满足不了就是你的问题了。现在立刻向陈少道歉！听见了吗？还不赶紧道歉！对，道歉个屁呀！100万也算大客户，就得满足他所有需求。那我岂不是能让张部长你给我磕头道歉了？你这年轻人，苏学姐的业绩我包了，苏学姐的业绩我包了。这小子穿着平平无奇，可看他这自信的姿态，又像个有钱人。陈少，这位是？这小子就一穷逼，在学校靠拿贫困助学金活命，装什么大头孙？不好意思，会议室只接待本公司的客户，立马滚出去！客户是吗？学姐，帮我开个户，卡上的钱全部充进去。还全部充进去？你以为充话费呢？证券公司开户最低都要10万块，你这全身加起来的钱有1万块吗？林凡，他说的没错，开户是有最低资金要求的。学姐，相信我。哎呀，还真相信他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开户？这位先生，你影响本公司的正常工作，我随时可以报警。别急，马上就有结果了。哎，小苏，给人开户啊？学弟肯定没那么多钱，要不我用自己的存款给他开个户？但如果被人查到了，我一样会被开除。我去，小苏，大客户啊！廖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看一下，顾客的开户卡里头多少钱？个10、100、千、万，1000万，真的是个大客户啊！小苏，这个月的业绩冠军肯定是你啊！他不是贫困生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太羡慕了，这么大客户。怎么还没回来？开好户了吗？开不了，让保安把他撵走。开好了。开好了？多少钱开的户？哼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有点钱。不会是为了追溯暖暖从网上贷了10万块开户吧？啊？林凡的开户金额是
1000万。哎呦，1000万而已，我还以为是多少？你说多少？你说他用多少钱开户？你没听错，林凡他的开户金额是1000万。不可能，他一个在学校拿贫困助学金的穷鬼，哪来的1000万开户？不可能，肯定有问题。苏暖暖，我警告你啊，伪造开户金额是犯法的，如果查实会坐牢的。张部长，我没有撒谎，也没有伪造开户金额，林凡的开户金额就是1000万。不可能，他一个穷逼哪来那么多钱？我不信。个十百千万，1000万。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？这小子是个隐藏的富二代。张部长，这不可能，这肯定有问题。他一个死穷鬼哪来那么多钱？张部长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叫来其他同事，他们亲眼看着我开的户。你们都过来一下。刚才苏暖暖开户金额是1000万吗？对啊，我们都看着了，没想到小苏能带来这么大客户。这俩都是老员工，不可能伙同苏暖暖作假。难道是真的？这样吧，陈少，我们电脑上能查到开户的入账金额，这个数据造不了假，只要我一查，后台就能清楚。好，老子不信你会有那么多钱。走。小子，你等着，只要查出问题，马上报警抓你。我等着。哼，我就知道，肯定有问。1000万，这臭小子哪来那么多钱？哎呀，嘿嘿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小苏啊，你有这么大的客户，你也不早说你。你这个月是第1个月实习了，我做主了，下个月持续转正，不用实习3个月。你刚才不是说我是穷鬼吗？现在到底谁是穷鬼？行，算你有本事，这事儿没完，咱们走着瞧。林少，这刚才是我的工作失误，没有喝茶就谢了别人的话，在这儿我向你表示最真诚的歉意，希望您不要和我介意啊。行了行了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走吧。哎，好嘞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出去。小苏啊，这业务的事儿就直接在这儿办吧。好，林少，你有什么跟小苏慢慢说啊。林凡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就当我借的吧。借的？谁能一次性借这么多钱给你？哎，这你就别问了。既然户开好了，可以帮我买股票了吧？当然可以。这几只股票最近走势都很好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学姐这眼光真不行啊，选的全是要跌的啊！其他不用看了，买这几只股票吧。这几只股票近1年来走势都不太好，买了肯定要赔的。放心吧，这几只股票一定会涨的，相信我的眼光。那好吧。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教育员了，咱们加个微信吧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好的，学姐。林凡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不得请你吃饭，好好感谢感谢你。今天我得回家，明天吧。那好，我明天联系你。哎呀，终于收拾差不多了。凡子，真羡慕你们这种市里的人，坐地铁就能回家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寒假打算在哪儿打工啊？现在就业环境困难，我们毕业就相当于失业，咱得好好规划规划。这个寒假我不准备打工了。不打工？那你下学期生活费怎么办啊？我炒股赚了点钱。真的假的？多少钱？5万？50万？
做人胆子要大点。再猜，不会是500万吧？这怎么可能？5个亿！开什么玩笑，凡子，5个亿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把昨天晚上的梦当现实了？是真的。凡子，我知道你压力大，但是脑子有问题，这可是大事儿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走。走。哎呀，苏学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学姐是我的股票专属交易员，你问她吗？苏学姐，凡子股票炒了5个亿，真的假的？虽然我也不相信，但这确实是真的。这怎么做到的呀？林一凡选了几只股票，这个月全部涨疯了，资金已经翻了50倍，吃了10几个涨停板。就这就中了5个亿啊！因为他的初始资金是1000万，现在账户余额一共有5个亿。真的？真的。凡子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义父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，这苦日子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我呀。哎，别闹了，让苏学姐看笑话。我跟我义父交流感情有什么问题？义父，咱们父子其实这么多年，你就赏口饭吃吧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？什么都行，乱床都行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准备开一家股票投资公司，马上要招人干活。我。哎呀，你肯定是第一个员工，月工资5万，提成另算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领导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你手指的方向就是我前进的方向。哎，行了，别搞演讲了，好好干活就行。好。苏学姐，你帮我从账户提现1个亿。没问题，其他资金怎么安排？先不急，之后我会给你出一份股票配比方案，重新投入股票和期货市场。钱这种东西，只有流通才有意义。好，我从来没想过，居然能亲眼见识到股市的传奇。1000万1个月居然翻了50倍。林学弟，你有兴趣开讲座吗？我想大家都会抢着来听的。哎呀，我的经验都是个人之谈，没法传授给别人。说的也是，这种东西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。哎，苏学姐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不如来帮我打理公司。我也可以吗？苏学姐专业知识过硬，比叶北这个2把刀强多了。对啊，学姐，我还能给你多学点专业知识。好，我下午就去公司辞职，以后就跟着林学弟吃香的喝辣的。正好到饭点了，我请你们去吃大餐，正好就当是咱们公司开业的庆祝了。那就谢谢老板。终于可以吃大户了。走喽。走。凡子，这餐厅也太贵了吧？你看这菜单就没有低于4位数的菜，要不咱换个地方吧？是啊，这里面最便宜的菜都够吃普通工薪1个月的工资呢。哎，没事儿，随便点，咱现在不差钱。我当是谁呢？离得好远就闻到一股穷酸味，感情是你这个穷屌丝，难怪话说这么狂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这菜单上所有的菜都点一遍，也就100来万，陈大少不会吃不起吧？少他妈装模作样的，老子都打听清楚了，你炒股的钱都是找赵家借的。真的？被我拆穿不敢说话了吧？就你那3脚猫的水平，早在股市上亏得七七八八了吧？还敢带暖暖来这种高档餐厅吃饭，真是打肿脸充胖子。暖暖，陈刚，注意分寸。暖暖，别怪我没警告你，他一个借钱充面子的死穷鬼，就是为了占你便宜。只有我才是你值得依靠的男人。林凡可比你这种只知道啃老的富2代强多了。他一个废物能比我强？我开的车，他打一辈子工都买不起。
林凡炒股1个月能赚5个亿，你能吗？他一个废物能赚5个亿？他是想钱想疯了吧？他要是能赚5个亿，老子就是世界首富了。爱信不信。行，你不是说他能赚5个亿吗？他只要能拿出来1个亿，你们今天这顿饭我包了。要是拿不出来，就给老子跪着，磕10个响头。这小子就是个穷屌丝，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1个亿。只要让他颜面扫地，让暖暖知道这货虚有其表，肯定能回心转意，重新回到本少怀抱。怎么样，敢赌吗？行啊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陈大少愿意请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服务员，先生有什么吩咐？这菜单上所有的菜一样，来3份。谢谢啊。先生您稍等。先生，您每样菜都要3份？是的。先生，这么点下来总共要300万，您确定要点吗？当然，反正又不是我请客。你他妈当你已经赢了？先把1个亿拿出来再说。没问题啊，正好，老板，你今天做个见证，要是我拿出来1个亿，按照我和这位陈大少的赌约，今天这顿饭全都他们的。别他妈吹牛了，你1个月前还是在学校食堂吃稀饭咸菜的穷逼，让你祖宗18代凑钱都凑不出来1个亿。喂，天中银行吗？今天上午我的账户从股市里提现了1个亿，半个小时换成现金送来。为了防止你耍赖，我特意让银行送现金，到时候陈少可别赖账哦。装，继续装，还让银行亲自给你送钱，你以为你谁啊？哎呀，身为银行的黑金客户，我有这个权利。以你的资产等级，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感受吧？是不是又学到新知识了？还不快谢谢我？好，我就在这等着，看你待会儿牛皮是怎么吹破的。先吃饭，老板上菜。哎，陈大少，要给你一个叉子吗？不用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啊！就是啊。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哎，好，好，我尝尝这个，这个好像你啊。不是让银行送钱过来吗？人呢？急什么？说不定运钞车在半路堵车了呢。好，就装吧。老板，先生，我劝你最好叫保安过来盯着，免得这穷逼没钱买单偷跑。服务员，先生，您既然已经用餐完毕，麻烦现在买单，否则我就要报警了。人来了。你好，林先生，我是您的专属业务经理，我叫……打开吗？好，行，打开。哦。林先生您好，这是您的1个亿现金，全额送达，请您清点。哦，原来1个亿是这种感觉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小子买不起单，就找了一群人带着假钱来演戏。唉，我就知道你会耍赖。带验钞机了吗？带了。现场验钞，让我们陈大少输得心服口服。好的，林先生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都是真钞？
行了，不用继续演了。好的，把钱装起来吧。老板，麻烦找咱们陈大少结账。咱们走吧。哎，好嘞。呸！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自作自受，活该。先生，请买单吧。老板，我身上没那么多钱，你看。没钱？小子，我开餐厅前也是混道上的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，我这帮兄弟会做什么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等等，我爸有钱，我找我爸要。赶紧打！喂，爸，快来救我呀！林先生，这些钱需要帮您送到家里吗？不用，帮我存回银行吧。好的，林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，欢迎您随时联系我。回银行。这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，你一下子取这么多钱还放回去了，这银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苏学姐，你带叶北去处理股票投资公司的手续，顺便让他熟悉熟悉工作。收到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好的，老板。我啥时候能有这么多钱啊？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没去找兼职啊？哎呀，还找什么兼职啊？走，儿子带你买房子去。你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也是时候该享享清福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你赚了钱呀，妈就去住你的大房子去。哪用的以后啊？咱今儿就去买。儿子，你糊涂了，咱家哪有钱买大房子的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你儿子我炒股赚钱了，小姚不是在房地产兼职吗？咱们就去他那儿买，顺便给他冲冲业绩。哎，不是，你说清楚，你怎么赚这么多钱啊？哎呀，路上说，路上说，走。哎呦，儿子，你真赚到钱了？要不还是把钱先存着，咱家房子还能住人。哎呦，我的亲妈，以后我们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滚蛋！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废物的员工。我告诉你，陈瑶，你这个月要是还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，工资减半，拿着钱给我滚蛋！经理，我之前都谈了好几个意向客户了，可是都被其他同事抢走了。那就是你自己没有用，客户就是要靠抢，你抢不过别人，怪得了谁？够了！一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你谁啊？来干嘛呢？我训下属，关你屁事儿！我来买房子。原来是客户啊，实在抱歉。刚才是我声音太大了。请问您喜欢哪种类型？我给您介绍。不用你，我要他卖给我。哎呦，你瞧瞧我这小杨啊！刚才是经理语气不太好，向着你了啊，在这里给你道个歉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这客户来买房怎么不提前说呀？给客户好好介绍啊，一定要把咱们楼盘的优点介绍清楚。帆哥，这里楼盘贵的要死，你和阿姨还是到别处去买吧，我挨点慢没关系的。放心，再贵我都买得起，你就放心大胆的介绍，我要最贵的楼盘。川哥，你真的要给我买房子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呀？不就一套房子吗？买！你最好了。真他妈冤家路窄呀！走，我要最贵的楼盘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学校最出名的穷逼吗？怎么来这打工了？
你们这不是高端楼盘吗？怎么连个饭都吃不起的穷屌丝都放进来，不怕坏了你们这房价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呀，是我们学校有名的贫困生，每天吃咸菜稀饭，周末还要到处去打工。别说买房了，他连个房子的模型都买不起。他妈呀，就是个臭扫大街的，那一年挣的钱还没有我零花钱多呢。你说这种货色，他买得起房子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什么人都往咱们售楼处带，早就跟你说过，像这种买不起的就别带，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。经理，我……行了，不要解释了，我就感觉你不合适在这儿干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收拾东西，滚蛋！姓秦的，你能来买房子，我就不能来买房？不是林凡，我跟你科普一下啊，这个楼盘最便宜的房子都要1000万呢。你说你这个臭屌丝，你买得起吗？就算你救了那个赵老爷子的命，人家顶多给你100-200万的感谢费，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。这有的人呢，就是穷久了，没见过有钱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以为手上有一点小钱就能装有钱人了。这说的没错啊，你是你，赵家是赵家，就算你救了赵老爷子，又有什么用啊？人家能把你当自己人吗？你这辈子呀，就是一个穷屌丝。你们住口！林凡哥才不是穷屌丝。哎呦，我说的有错吗？那穷就是穷啊！你要想买房子，你去求求人家赵老爷子，说不定让人家心一善，施舍给你一套呢。就是，或者你求求川哥，川哥指不定可以赏你个厕所住。用不着赵家给钱，我自己就能买。我不但要买，还要买这里最贵的楼盘。川哥，你听见了吗？这穷屌丝居然说他要买这最贵的楼盘。老子第一次觉得你这么幽默，现在这吹牛不打草稿了。凡哥，这里最贵的楼盘都要9999万，你别冲动，跟这种人置气不值得。那个本少今天心善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响头，道个歉。我呢，愿意让你跟在我屁股后边打个零工什么的。还不快跪下谢谢川哥，这样你100年之后就能买得起厕所了。放心，我没有志气，我买得起。行，你买得起你刷卡呀。要是我买下来怎么说？你要是能买得起这儿的房子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磕头道歉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在场这么多人可都是见证。本少可不愿意跟一个穷逼耍赖。小姚，去把 POS 机拿来。凡哥，你别闹了，你和阿姨哪有这么多钱啊？相信我，我买得起啊！我就是因为相信你，所以才知道你有多少钱。我被开除没关系，大不了再找新的工作就是了。哎，没事啊，那个我帮你。经理，去把 POS 机拿过来，一会儿让大家看看我们全校最出名的穷逼是怎么出丑的。去。儿子，凡哥，我们快走吧，这里的房子真不是你能买得起的。小姚，相信我，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这人真把卡拿出来了。他那卡里边能有1000块钱吗？别说买房子，买块砖我看都费劲。陈瑶，你这找了个什么奇葩客户呀？穷就算了，还要装有钱人啊？你的眼光啊也是绝了，从哪儿找这么个穷鬼？要是大家都像你啊，那干脆啊饿死得了。成功扣款9999万。怎么可能啊？9000多万！川哥，你没事吗？闪开！不是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？我哪来的钱就用不到你管了。现在你只需要履行赌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头道歉。金川，你已经输了，立刻给我磕头道歉。我磕你妈个头！我磕！川哥，滚蛋！我去！想跑，跑得掉吗？我给你道歉，道歉行了吧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磕头道歉。林凡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你准备毁约吗？
对不起。行了，滚吧，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还没人敢这么羞辱我！林凡，你给老子等着！没事，川哥，或许有机会收拾他。等我逮到机会，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！林先生，这是您的卡，从现在起，您就是咱们最高级的贵宾。有什么需要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帮您解决。小姚卖了房子，一点奖励都没有？怎么会呢？小姚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你们组的组长，本月奖金翻倍。可是我才刚入职不到1个月。哎，没事儿，业绩决定一切。大家要向陈瑶学习，找到更多像林先生这样优秀的客户。林先生，您还满意吗？行了，有什么事我会再联系你的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走，妈，房子已经买好了，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搬家吧。儿子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是啊，那可是9000多万，将近1个亿啊！凡哥，你就这么花出去了？我炒股赚的钱。炒股啊？炒股这么赚钱呀？别人不行，但你儿子我可以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的亲妈，你要知道这钱我是正八经赚来的就行了。咱们赶紧去吃饭吧，饿死我了。走走走。哎呦，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呀！哎呀，以后啊，咱们不要来这儿吃饭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家呀不缺钱花了啊。凡哥，你说你用1000万炒股赚了钱，那你这1000万哪来的呀？啊，这1000万差不多，我得把这1000万还给赵家。小姚，辛苦你把我妈送回家，我有点事要去处理啊。哎呦！老爷子，我劝你啊，赶紧把这个合同给签了啊！你做梦！我们赵家就是破产，也不会把51%的股份转让给你们。年轻人呢，就是看不清局势。老爷子，您应该能明白目前是什么情况吧？如果你不签，我们秦家会继续阻击你们赵家。别看你们现在的股价能稳住，那是因为我觉得老爷子你是一个识趣的人。我们要是继续阻击的话，你们赵家的股份将会持续下跌，那最多到今天就会破产了。到时候欠的债这一辈子都还不完呀！秦苍，我真是瞎了眼。忘我以前还觉得你算是个人物，你我两家交好多年，你竟然联系境外资本，暗中针对我赵家。哎，老爷子，消气呀！大家都是商人，你应该明白兵不厌诈的道理。商战本就如此，只不过这次赢的人是我。就算如此，你也不应该联系境外资本，他们都是一群豺狼，他们只会把本地的市场吃得一干二净，然后离开，留下满地狼藉。不是老爷子，你岁数这么大了，怎么还玩不起呀？要我说呀，这个就叫报应。当初在菲巴特午宴上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帮助林凡，当众羞辱我，你就应该想到你今天的下场。老爷子，我赵家和秦家不是世交吗？怎么搞得像仇人一样？那你这废物怎么又来了？阴魂不散呢你？赵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秦家背地里联合海外资本阻击我们，现在赵家股票大跌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很快就会跌停，到时候就会有退市的风险。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按照政策，我们必须强行回购股票，造成的亏损会让我们直接破产，背上巨额债务。怪老爷子脸色这么难看，以赵家的体量一旦回购，他们的现金流绝对支撑不住。别急，你有电脑吗？有。你想干什么？之前赵家帮过我，现在该我回报了。
别在那儿白费力气了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你根本就没资格插手我们豪门世家之间的商战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啊？你配吗你？林凡，这不是普通人能插手的事情，还是算了吧。林凡，我知道你炒股很厉害，但这件事你帮不上忙。我们赵家的股价已经无力回天了，普通的办法根本没有办法救回来。还是赵小姐是个聪明人呢啊！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跟我们秦家签订协议，否则那就是等破产了。李小友，你有把握吗？有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啊！你居然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？他就是个废物。上次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你真以为他能救你们啊？我就算是要赌一把，也不会就这样把股份交给你们。我该怎么配合你？老爷子，咱们赵家现在还剩多少的流动资金？如果全部拿出来的话，有50亿。好，把这50亿全部买原油期货，上10倍杠杆。上10倍杠杆。啊！你是个大傻叉吧你？我以为他出什么高招，原油期货。那原油期货多少年跟死水一样，毫无动静，你不知道啊你？老爷子，看来你找的这个救星也不怎么样嘛。爷爷，如果按照林凡的办法，咱们可就完全没有退路了。流动资金一旦被套，我们和秦家谈判的筹码都没有了。行了，我知道后果，就按林凡说的办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喂，50亿，全部购买原油期货，上10倍杠杆。好的，收到。好。我们家的流动资产一共50亿，已经10倍杠杆购买了原油期货。赵老爷子，没想到你临老了居然还昏了头了，你居然听信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的安排，做这种蠢事。早知道我就没必要算计你了。按你昏头的程度，我估计你们赵家也维持不了多久。爸，他们的流动资金没了，那咱们可以要更多呀。哦，既然没有流动资金了，那之前的协议要废。想让我们出手，你们赵家必须转给我们90%的股权。90%的股份，这跟直接收购我们有什么区别啊？哎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收购那就是正常的商业运作，况且你们现在是得求着我们帮你啊。老爷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当你们最后这笔资金全部被套牢的话，别说到时候给你们留10%的股权，恐怕1%都很难了。嚣张个屁啊！待会儿有你们哭的。你他妈的嘴是真硬啊！行，那我倒要看看，一会儿你们这50亿全都赔光了，是怎么跪下来向我们求饶的。受中东战争影响，近期原油期货出现巨大涨幅，目前还在持续上涨中。快去看看！好，爷爷，涨了10倍，现在500亿了。啊，股价呢？还在涨，涨得很快。真是绝处逢生啊！林小瑶，真是多亏了你呀！老爷子，之前赵家帮过我，现在也该是我回报老爷子您的恩情了。不止啊，这次是我赵家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！林小瑶，以后要是有什么要求，我赵家必定全力以赴，以全族之力帮助你完成。真的涨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居然真的涨了，这种涨幅连神仙都算不到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
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。按照这个涨幅，你们的账户一会儿就爆仓了。那说到最后还是血本无归呀。老爷子，可惜了，功亏一篑。别急，可能要让你失望的，价格马上会稳定下来，不可能爆仓。不是你他妈是神仙呀？这可是期货市场，你说涨就涨，你说跌就跌呀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蒙对一次就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。是吗？那你自己看看。真的稳定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股价，赵家的股价恢复正常了，而且还比之前高了。二位，老头子我就不留你们了，走可！走。哎呀，林小友，你可真是我们赵家的救命恩人呐！我决定了，我把赵家49%的股份转交给你，以后你就是我赵家第2大股东，与我赵家共治集团。老爷子，股份太贵重了，您之前给我的1000万已经让我赚不少了，用不着这些。那不行，你要是不收，那就是不给老夫面子。那行吧，小子多谢老爷子了。老爷子，我觉得正好可以借此机会，钱家为了狙击你们，步子迈得太猛，现在正是资金空虚的时候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反击，一举把秦家吞并了。你说的对呀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妈的，那肯定是林凡那个王八蛋搞的鬼，要不然赵家怎么可能这么快反应过来，并反击吞并我们？多亏我有先见之明，要不然我们连这点钱都没有了。等去了国外，有了境外资本支持，我一定要让林凡那个王八蛋好看。啊！他妈的，欠了钱还能跑？下车！下车！门打开！打开！把门打开！下来！把门打开！把他们拖下来！下车！赶紧下车！各位大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些钱都是我爸借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放屁！明明一直是你在操作的。各位大哥，是你们放我一马，等我到国外，我挣了钱还给你们啊！放过我们，放过我们！狗咬狗，真好看啊！是你，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。对，当年你们害死我爸，今天我要让你们10倍偿还。这俩人交给你们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别！走！